信仰个别就是真要紧啊！要起做的教会就是建立伫即个信仰个别的顶面。教会的奥妙就是在伫遮。教会毋是干的组织，还是团体，是一群拢明白即个信仰个别的人所组成的，是受救赎的人组织的团体。教会毋是建筑物，教会毋是宗派，教会更较毋是讲干有挂了一个悬悬的十字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爱信仰个别，这人就是信仰个别。你是基督，是仰望上帝的囝，即款的人组织的教会。教会是毋是会当发挥教会应该有的即个影响力啊？即个在伫即个信仰个别啊，信仰个别。教会若是对即个信仰安尼糊里糊涂、无清无楚的人啊，即个教会咱若交伫伊的手头啊，即个教会就袂当发挥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啊。这就是咱今日伫即个耶稣降生的圣诞节，也是咱要迎接这入教会的人，好，咱若搁一遍知影，咱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咱信仰个别，伊是基督，是仰望上帝的囝所组织的这个团体。韩国有一个真有名的这个大地长老教会创办的牧师叫做何永作伊讲伊牧会足久，伊得了一个结论：假使若互迄个信仰无清楚，还是讲观念无清楚的人来管理教会，这就是咱讲咱的身躯有病毒共款你就知影迄个结果就足无好所以咱要教会要来按入长老，要来设立执事就是爱因真正清楚这个信仰。因的西约因就要清楚，毋是清清彩彩，照着家己的意爱，照着家己的想法，想要安尼做就安尼做，安尼教会就无法度真好势。为遐个姊妹对信仰也无完全的清楚，用伊的传统，用伊的经验因会认为教会应该就是安尼佫足绝对性所以安尼的教会就会发生困难。所以伊讲。其实教会真要紧的，就是真正有迄个得救的确据，伊的信仰爱确认。所以咱即马有教即个小组长，其实你向互小组报道，到伊要决志的时，伊要签署即个洗单的时，应该有一遍信仰的确认，信仰的确认，伊有迄个确信，伊有真正经历上帝，伊有迄个确信，安尼即个教会。就要食做一个臃肿的教会教会毋是讲足侪人当咱足侪人会当说咧，这是真好，但是伊若是拢无清无楚对信仰无一个确信，安尼对教会也无帮助有时教会有可能反倒等有足侪机会带来侪的这困扰问题伫咱的中间。所以，遐尼姊妹头一个教会，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信仰个别的团体，信仰个别的团体。你是基督，你是仰望上帝的囝，咱若有这个清楚的信仰，我相信每一个人伫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内面，就是会听这个教会，为了这个教会欢喜献心。第二，教会就是掠耶稣基督做主的团体。圣诞的主角到底什么？咱有咧唱首歌讲不是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这个足简单，要甲咱讲，圣诞的主角毋是老公公咱甲小朋友小朋友拢咧记得老公公，就是要有礼物遐个姊妹，圣诞的主角毋是圣诞老公公，是咱的主耶稣，教会主。就是主耶稣，所以咱的教会到底什么人是主？你甲你的宗派做主我是长老会，这是做主我是牧师做主我是长老做主。教会毋是属地倒一个宗派互咱得救，
毋是倒一个牧师互我得救，毋是倒一个有影响咱的长老互我得救，是救我的主耶稣。所以咱袂当偏离这款的本质。所以耶稣爱这个学生群体人爱清清楚楚，爱有这款的个别。兄弟姊妹教会主人就是耶稣咱打入教会人，其实伊上会当感受到耶稣就是教会的主人无论是透过牧师的讲道，还是兄弟姊妹的交陪甚至伫停车的所在，伫洗手间的所在只要会当拄着耶稣，迄个所在就会当得到恩典这个教会来到这个所在，你所拄着的人，若是拢是互耶稣做主的人这个教会就是每一人常常伫逐所在，就是会得到恩典的蒙福。所以安尼这个何永作牧师嘛讲，教会其实并不需要推荐什么实践伦理的活动、运动种种面。伊讲嘛无必要呼吁要迄个禁烟啦、禁酒啦。伊讲人毋是毋知影，是做袂到；人毋是毋知影，是做袂到。伊心知若无耶稣，伊就是做袂到。伊若真正明白耶稣，心内有耶稣其实自然而然伊就戒烟啦，伊就禁酒。这个不应该做的代志，就对伊的生命消毒，因为伊进入伫这个属地救主耶稣的团契，伊知影应该安怎做伊毋是毋知影，人毋是毋知影，人是做袂到。那有真正有耶稣做伊的主的时伊就会当赢过。所以教会伊讲这个礼拜堂的有个所在安尼壁角全地图西也无人咧管也无人粪扫蛋也无人咧捡这表示大家人无咧关心教会，无咧听教会表面感觉安尼来教会，但是伊无听教会，因为伊对教会也无当作因兜教会的代志也毋是伊的代志，教会安尼太过烂落，伊感觉拢别人的代志所以伫即个大地教会就真要求兄弟姊妹逐所在拢爱用诚清气用诚清洁用真水这个真正耶稣做主的教会这就是咱的厝咱就听这个所在我去甲咱的姊妹牧区的小组长去参观这个奥基纳瓦的这个百子家教会你就感觉讲伊甲教会真正去做甲我想讲天堂若是安尼咱嘛是感觉就遮水，白色的礼拜堂逐使都花园逐所在拢足清气、足整洁拢布置非常的水因为耶稣是耶主的团契大家就是要会安怎为着圣殿来热心？那个像主耶稣讲，我为着你的殿心内着急，那像火烧共款我看你的殿变贼烧的时，艰苦要死我要望你的殿是万民祈祷的厝。兄弟姊妹，这就是救主耶稣的教会。咱伫这个圣诞节感谢主教会是上帝百姓聚集的所在。上帝敬拜阿乐的所在，咱爱互咱的教会这个何牧师讲，至少比家己的厝较好礼拜堂比家己的厝较好，敬拜所在比家己的厝较好甚至连洗手间嘛是爱比家己的厝较好就是像讲咱将迄个上介好的里面要送互你所听的人同款。兄弟姊妹耶稣是教会主，伊是教会主任牧师，毋是牧师，也毋是咱教会代志长老，也毋是什么人咱就要知影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老，拢是上帝奴仆，上帝册用，上帝管家要来服侍教会。咱今日受呼召，咱就是要来免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互主耶稣的教会更较好，
发挥更较大的功能，来完成教会应该完成的使命。第三，这个圣经甲咱讲的，就是讲教会哈，是阴间的关系无法能赢过的团结。这个阴间甲死亡的关系，袂当赢过的关系。一间主耶稣主耶稣最主最王的教会，伊就是一群有气力的教会。圣经讲阴间的关系都袂当赢过伊。世间任何的组织、任何的气力，拢袂当比教会气力较大。咱哪有这款的确信啊？所以保罗伫这个罗马书安尼甲恁讲，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悬的，是假的，是有别的受造的物，拢袂当叫咱甲上帝听三价当。这个听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所领受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互咱的听。这个听是无什么物件会当甲咱价当的，无什么物件会当甲咱价当的。世间的关系要来价当咱对上帝听，也是袂当。兄弟姊妹，咱若看中国大陆较早这个毛泽东共产主义无神论，讲要甲教会全然甲消毒，伊做会到袂？伊做袂到。教会会当关起，但是教会袂无。教会就是个别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团结。大陆基督徒人数比咱较济。大陆虽然是共产压迫的下面，但是这个信仰未消灭这个信的人无减少，反倒转是拿加添这就是连阴间的关系都袂当赢过的教会。咱讲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自执咱伫地里所放的天顶要放伊，伫地上放的天顶要放伊。所以咱的教会是大有关联、有气力的。这个世间有三种气力的威胁，一种是撒旦的气力，一种是世间的气力，一种是咱私欲的气力。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是伊的教会有权柄，咱会当赢过所有这个要威胁咱的教会的这个气力所以教会真要紧，就是还有耶稣基督赏赐咱的气力这个气力，什么款的气力？基督的气力，上帝话语的气力，十字架的气力，圣神的气力圣洁的气力，听的气力，赦免的气力，这款的气力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是伫教会甲有会当赢过所有这个撒旦魔鬼的关系。兄弟姊妹要压迫教会，要来消灭教会，罗马帝国即马已经无存在消灭足久但教会还搁咧兴旺教会还搁咧兴旺。今日你就是伫回教世界因要压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永远存在，甚至不断还搁咧扩展。最后，教会就是拥有这个天国锁匙的团结，拥有天国锁匙的锁匙。现在讲，伊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既然伫地上所放的，伫天顶要放伊伫地上所放的，天顶要放伊。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权柄，真大的有气力的权柄。我讲过，彼得是设立招讲就是讲nobody 这根本就是没什么不过主要说是石盘，伫伊的石盘顶，你就会徛在阴间的门会感觉弄破这个气力会当甲弄破。个这有天国的锁匙，天顶的所有的这个宝库，你会当甲拍开你会当甲拍开。天国的这个丰富你有锁匙会当甲拍开。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日伫圣诞节咱搁一遍要迎去新人入教会，咱已经信久久的人，咱嘛知影讲，主啊，我是有迄个得到这个天国锁匙的，我有这个权柄，
我就要来使用。牧师伫70周年是甲咱讲哦，咱的教会要进入丰盛吼，至少嘛有7支的锁匙。伫圣经内面甲咱讲，你着要有金的锁匙，就是你相信你是上帝的囝。这个先信吼，这就是互你有权柄。你做上帝的囝，你会当念祈祷，你会当得到耶稣福。你有银的锁匙，就是10笔奉献。讲你若用10分的1分送入虎口，看我对天顶拼福气，互你到无地通下也无。过去咱的教会，台湾的教会早时，兄弟姊妹，咱的长辈我知影，阮妈妈嘛是拢按受即款的教育。牧师足体贴，兄弟姊妹较早足善良。袂要紧啊，你来礼拜无奉献无要紧啊，你也来礼拜，囝伊毋来啦，咱会当奉献是蒙福的。你无人讲咱奉献咱善，你咱奉献上帝咱祝福你但是过去因为惊吓大家较早真正做善车所以咱教会讲约定奉献，但是即马咱10笔奉献，你讲无人咧教10笔奉献，但是事实上既然有真正10分的1分该送入虎口，事实上主的应允得甲白落空。为天顶拼福气，互你较无地通下搁上帝将这个国度政权的锁匙赏赐咱会当互人为黑暗的国度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这个福音的锁匙伊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伊，若关伊无人会当开。所以咱知影迄个福音的大能，就是连迄个共产的政权要阻挡，咱也阻挡袂掉。有天国的锁匙，就是偷放的。这个观念第二偷放的天顶要偷放伊搁有知识的锁匙这个法利赛人虽然有得救的知识，但是伊都无迄个对上帝真理真实的看度，所以伊家己入去，伊无爱愿意入去，别人要入去嘛无爱互入去但是咱毋是干那有一般的这得救的知识，咱应该着爱真正讲有得救的智慧。那像使徒保罗讲，你对明白圣经，互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迄个得救的智慧。兄弟姊妹，咱若有迄个知识的锁匙，咱阁有这个赢过阴间死亡的锁匙咱毋免惊死无，死袂当赢过咱。无论是死，生是死，袂当隔断咱伫基督的听。感谢上帝，咱伫这个圣诞节咱感谢咱的阿爸爸听咱，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救咱。伊就是咱的救主。今日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救主的教会。咱进入伊的教会，咱有清楚咱的信仰，咱会当做清楚的信仰的告别。咱互耶稣基督做咱的主，尊主最大。咱会当真正知影教会是有权柄的，咱会当来使用伊赏赐咱的权柄，互咱会当赢过一切这个抵挡的困难。搁咱有天国的锁匙，天顶一切这个福气透过咱奉主耶稣基督名，咱的祈祷拢会当到别个所在。今日是咱斗阵的日子2024年救主的圣诞，咱日子新人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爱搁一遍清楚，教会就是救主耶稣的教会。咱伫这个石盘顶来起做教会，咱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世俗的人会当倒转到伊的厝互真侪新人会当入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新人入来，咱的心就真充满迄个真大的兴奋真大的欢喜因为迄个咱讲有一个人为这个罪人悔改的得救，天顶的欢喜就是遐尼大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知影咱是属于救主耶稣的教会，伊甲权柄赏赐咱，甲福气予咱，所以咱还有一款的信心。
伫咱所存的人生中间来过得胜蒙福的生活。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普天同庆救主耶稣降生的主日。主啊，阮若甲普世教会来庆祝你的降生，阮也要从这个好消息来报传伫阮所徛起的阮的厝边隔壁，阮所徛起的城市国家。主啊，感谢你互阮若伫这个下半年透过报道，透过幸福小组，有足侪人来信主。主啊，求你互因进入这个家，知影是信仰个别的团契，是互耶稣做主的团契，是会当赢过阴间死亡的关系的团契，佫是有天国所示的团契。主耶稣，求你帮助，互你的教会果然因为有清楚的信仰，会当发挥更较大的功能，互教会会当完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主耶稣，求你也赐福阮，互阮会当因为知影阮有天国的锁匙，互阮凡事借着主耶稣基督，阮会当来得胜，阮会当来毋留我，阁有丰盛，互阮会当虽然那个像彼得是一个设立石头，但是伫你的石盘顶，互阮坚固袂摇转。主耶稣，阮多谢你。求你施恩赐福伫阮中间，赐福阮每一位，伫要搬过这个旧的年，进入新的年，互阮永远会当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伫阮的中间。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这个时阵咱要来公道兄弟姊妹，咱三甲为着伫即个圣诞节期为着这要领洗礼入教会人，咱来祈祷。咱也为着伫拜二伫中央讲有即个圣殿嘉年华的庆祝活动，毋望会当甲咱的市民三甲欢喜，会当甲福音传到咱城市的逐角落，咱献上大祷。咱嘛伫为着即个寒冷的天气。为着咱这个长辈来健康来祈祷，为着软弱的肢体，咱为着柯兆成兄弟伫海葬住院，张淑慧姊妹伫海葬住院，这个吴林荣姊妹手术，有真侪人无论辛苦艰苦手术，是咧复健，有人安养。兄弟，你有甚物款的祈祷，拢带到主的面前。咱嘛为着咱的国家祈祷，特别看见。条野有真侪为着即个审查法案的即个对立冲突，毋望求主怜悯帮助，会当得到好的解决，互国家无得到亏损，咱会当献上大祷。兄弟姊妹，咱永远祭请咱大家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圣诞节的主日，主啊，阮会当伫你的圣殿。阮会当透过阮的教会生活队来敬拜你，来阿乐你，因为你是阮的新生王。主啊，你是阮的救主。主啊，你就是多谢弱势的上帝，踮伫阮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主啊，一切福气拢是对你来，一切稳定拢是对着你来领受。主啊，照着律法，阮应该得爱受定罪，但是你为着阮来透过十字架功劳来救赎阮，主啊，阮是得到福气的人，所以伫即个救主降生的即个主日，阮充满欢喜，充满感谢。特别阮阿妹兄子有83位人进入你的家，这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求你施恩赐福，坚固因的所信，互因做信仰个别，会当真正进入救主耶稣的教会。主耶稣，求你也赐福，互阮。伫即个圣诞节期，阮会当将主你降生的好消息，会当报传伫阮徛起的所在，主啊，互阮的国家城市人民拢会当来听到即个圣诞的好消息。主啊，感谢你，
求你甲阮所有这活动拢同在。主要说，阮也为着阮的国家力恳求。主啊，阮看见国会甲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行政院，主啊所提出的足侪法案有真侪的冲突对立对到阮的国家面临一个真大的危机。主啊，求你怜悯，你是真正的权柄。主啊，阮将阮所有这个代志交托伫你的手。主啊，相信无论什么款的世间的困难，拢袂当赢过你。主啊，阮仰望你，求你互阮的国会朝野政党拢会当有好的协商，望会当有好的结果，会当互国家有正常发展。主啊，求你甲阮同在。虽然说阮有侪侪软弱的肢体，特别阮为了苦调情接受，为了张淑慧姊妹、何林荣姊妹，有侪侪伫癌症治疗中的，主啊，伫安养中、复健中的，愿你会保护掠看，愿你的圣手专能权能会当彰显伫你身躯顶来医好因。主耶稣将兄弟姊妹拢仰望你，互因的祈祷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主耶稣，感谢你听阮的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这是咱来做奉献，请结束服侍。主爱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你过去一年的保守、引带甲带领，感谢你也赐予阮有美好的恩赐，互阮会当对上帝你遐来领受丰盛的恩典。主，这是阮大家诚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愿你也保守阮伫新的一年会当经历主你搁较侪丰盛恩典甲祝福。阮同心祈祷，靠主名求。阿门。祝福车恳，圣诗70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无
祝祷，请陈牧师。带恁通平安去，愿救主耶稣的降生，互宇宙万物拢来尊崇伊。欢喜的歌声无线来学落伊，互阮的心田无过芳，互人来结基照庇。你的平安、喜乐、望，人来福气充满伫阮，互阮会当伫过来年日，拢会当成做你的见证人；伫过来年日，拢会当来荣耀你的圣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当、圣神的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